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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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一二三，一二三。
请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开始有一寡风台要来吼，请大家爱注意迄个气象的报告。虽然外口正出日头啦吼，但是风雨应该会愈来愈大，请大家出去拢爱细致啦吼。好，咱开始今仔日的礼拜，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下拜拜上帝，阮感谢你，阮三甲组织伫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求主你教阮知地，互阮透过今仔日的礼拜，透过今仔日的诗歌，今仔日的讲道，互阮的心灵得到充满。求主你教阮做伙享受今仔日的礼拜，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用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兄弟平安。咱来今日咱练诗的诗歌，咱先来看圣诗500，574首。咱先看574首，574首。明日只有信靠主。这咱常常伫吟的诗歌，所以咱真自由来吟。第10做来。典型的长老教会圣诗啦吼，所以前几节就是有伫提醒讲开一个故事，伫副歌的时，咱就等于回应上帝这个话，所以咱唱的是，若唱到副歌的时，就小可较积极一个，头前咱就讲故事，所以差不多这种圣诗大概唱法是安尼咱第一节搁唱一遍，这种圣诗若4部来唱。其实足好听啦咱用这个做目标，后摆看有法度安尼无。上帝。
好，咱来看，咱来练另外一首圣诗600。首。首吼，咱先对第一节唱一遍。歌词对第一节到第三节，咱来念一遍。第一节，我踮伫主的听，心透。这款信靠真稳当，伫遮永远不变。设使四围风影大，我心操烦袂定。主伫身边保护我，何必烦恼？惊吓，第二节，主带无论倒位去，我无回头失望。大牧者伫我身边，我拢无欠半项。主极智慧，极光明，目睭永远袂雾。伊人目所行路径，我要跟对我主。第三节。青翠草埔伫头前，虽然也未看见。本来乌云也天顶，无久要变成青天。我心希望无限量，通行活命路程。我宝贝伫主手中，伊要甲我同行。这首诗歌，英国的诗人。伊做的事 ，Weary 伊所做的事，因为这条诗歌伊原文的诗，实在这个诗歌写了真水，所以有谱做足侪款无共款的谱，所以共款这个诗有足侪无共款的调，咱会通去找着。当我咧准备这首诗歌的时，其实我有一个感觉，讲这条诗歌诗人伊展现的是一个足单纯的信仰。我学生时代，长老教会一个真重要的活动，叫做圣经神学研究班。我迄阵参加第14届，伫这个圣经神学研究班内底，拢去到伫南神举办。第5天的时间，阮专注伫某一个圣经，就讲罗马书，因信称义。伫迄个5天的营会内底，大家。伫图书馆内底查考各种无共款的圣经版本，各种的注释，嘛有足侪辅导讲员对各教会牧师，也是传道人对各教会来到这个营会来说明这个代志，有足侪聚会，伫这个聚会内底，你会使听到普通时，这牧师伫教会未讲的无共款的这个圣经的道理，也是讲圣经的神学看法。所以喺当时是伫训练这学生有一个伫神学上要哪来追求的一个精神。我拢总参加过4届，伫4届内底拢是台南神学院，其中有2件代志，互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第一件代志，伫神学院有一只狗仔，伊的名叫做俄乐。这只俄罗狗仔有一个特别的特性，伊会晓分别基督徒甲非基督徒。所以当伫学校的校园内底，
伊看到飞机速度的时，就划过，要甲驱赶，吼。啊，所以阮去接到这个消息的时，阮第一届拄到这只狗的时，大家拢心存敬畏。啊，伊就甲你看一下，无代志就行过，哦，啊，伊来甲你陪你就嗨。啊，所以迄阵印象足深刻。哦，有这只狗叫做鹅肉名，我敢还会记得。第二项，伫餐厅有一个老姊妹伫餐厅服务。啊，阮迄阵，我迄阵伫餐厅有一个聚会场所，有一届阮餐厅较早，阮伫遐聚会较早结束，阮讨论了较早结束。啊，甲这个欧巴桑，哦，甲这个老姊妹伫遐咧闲聊。啊，这老姊妹其实讲到伊的信仰态度，伊听阮伫遐讲。因信称义，罗马书对这章讲对迄章，对这节讲对迄节。伊讲，我都相信尔，我相信我得到真大的平安。其实伊迄句话，我到即摆还会记得，迄是48年前的代志。今日咱这个616首这个圣诗，其实伊的写法共款，你看伊的内容。无有其他复杂的分析，无有其他学术的研究，无有其他什么外深的道理，简单一项代志，我相信，主逐项的引带，上帝逐项的引带拢伫内底，所以我感觉这首诗歌，互咱真好的一个激励。咱对第一节，我来唱一遍。我踮伫主会听到，我踮伫主会听到，心拢无惊变迁，这款心可真稳当，你家永远不变。神属是为风烟大，我心操烦袂定，主的心边保护我，何必烦恼惊兄？第二节，主带无论大。轻声来唱。新的礼拜。
我真欢喜，人招我讲，咱来去上主的殿，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616首，我踮伫主的厅堂。圣诗第616首，我踮伫主的厅堂，心拢无惊变迁。这款信靠真稳当，伫遮永远不变。即使四围风影大，我心操烦袂定。主伫身边保护我，何必烦恼惊吓？请咱做伙吟全首。请坐。咱用主所教示咱的主祷文来祈祷，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敌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咱做伙来启应，伫个圣信诗的后面1019页，启应文第12篇，也就是诗篇第40篇。启应文第12篇。也就是诗篇第40篇，咱做伙来启应。我内心听候上主，伊对死亡的陷阱，对土地中甲我牵起来。伊教我吟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
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成就真侪奇事，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多。这事甲礼物你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你对我的指示拢记得律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请咱同心来祈祷。永远伫地，各受恶恼的主上帝，伫咧你威严的宝座前，阮压头拍拜敬拜你做天地的主。万项物属伫你，万项物归伫你，愿荣光归伫你，代代无尽。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用感恩、谦卑、敬虔的心来感谢你。因为你赏赐阮肺平安，互阮万百姓。感谢你创造阮，保护养饲阮，阁将逐项的福气赏赐互阮。特别，阮要感谢你无尽的仁爱，对伫阮的主耶稣基督来救赎世间人，降生活出主你的模样，阁为着阮众人的罪。钉伫十字架，成全主你的公义。主啊，你的疼痛是何等的伟大，显出阮的不足甲软弱，阮袂堪要你的疼。感谢你，因为疼世间人，甘愿顺服到死。主耶稣，你的宝血洗清阮的罪。感谢你，互阮无惊吓。充满平安，来甲你施恩的宝座前，你献上心灵也阁有诚实的敬拜。为着安尼的大恩典，阮满心感谢。阮自即做伙是要为着荣耀你的名。自恁知，伫咧教会，阮有侪侪活动、事工伫咧筹备进行。无论是夏令营、福音队、各团契的安排、社区长辈的事工，透过遮个，恳求主，你互搁较侪人会当听见福音的好消息，也兴起一代搁一代的信徒来跟对你、服侍你。愿主你的名会当得到荣光。也愿阮手所做的工会当得到主你的接纳。恳求主祝福文山教会，继续久长徛起伫咧即个所在。阮的兄弟姊妹会当彼此接纳，分享主你的疼。三甲夫妻做伙行地上的路，超找上帝，你对阮每一个人，对阮的教会的心意。主耶稣，求你保守阮，互阮通有圣洁的生活，通得到对你来的平安喜乐，互阮欢喜跟对你，服侍你。求你透过今仔日的讲台，大大祝福每一个较无你话语的人。这个时阵，恳求你的圣神临到，互阮安静听候你。阮安尼的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阿免。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咧圣经士师记第13章第9节到第14节，啊，搁有第13章第24节到第25节。伫咧旧约圣经的276页，士师记第13章第9节，现着我来读。上帝听马罗亚的话，妇人人坐伫田里的时，上帝的使者搁到伊遐。总是伊的丈夫马罗亚无甲伊治地，妇人人赶紧走去报伊的丈夫，甲伊讲：迄日来我遮迄个人，搁对我出现。马罗亚起来，缀伊的某到迄人遐，甲伊讲：捌甲即个妇人人讲话的是你吗？伊讲：是我。马罗亚讲：愿你的话应验。即个囡仔着照什物法，阮着对伊怎样行。耶和华的使者对马罗亚讲：我甲妇人人所讲一切的事，伊拢着斟酌。囡仔葡萄所出的，伊毋通食；薄酒、厚酒也拢毋通啉。一切无清气的物也毋通食。见我所命令的，伊拢着遵守。啊，搁有另外一节，伫咧士师记第13章24节到25节。后来妇人人生一个囝，甲伊号名叫参孙。囡仔大汉，耶和华赐福伊。伫哈马尼旦，就是索拉甲以实道的中间，耶和华的神起头感动伊。读圣经到遮，即时。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趁主通找着的时》。
讲道，请科牧师来为咱讲道，伊的题目是上帝的备班。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因为你听阮、看顾阮、保守阮，互阮每一天都会当经历你同在的平安甲喜乐。这时刻，阮组织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信心伫阮中间引带阮来明白上帝的话语，帮助阮，互阮伫阮的生命中，互这话语成做阮的帮助。阮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亲身引带看顾，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帝的备班是真奇妙的。这礼拜咱可能会拄到有风台。我还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吼，若有风台时，拢安怎？厝的就要开始准备啥？啊，准备有水，爱去柑仔店买泡面，啊买鸡卵。哦，我记得我细汉去买鸡卵吼，我迄阵可能国小3、4年，啊，迄阵买鸡卵爱行到足远的柑仔店去，摸差2斤、3斤的鸡卵，结果转去到厝吼破了了。无啦，无遐惨剩一粒啦，还佫剩几落粒啊。其他的拢伫迄个，以前拢是迄种较厚的，敢若纸袋啊，迄种的底对。转来拢留较贵的。咱伫过去，咱拢会面对着，咱可能有啥物款代志要发生的时阵，咱拢会准备。到现今游玩，咱要面对一寡代志的时阵，咱拢会开始备班。比如讲，一礼拜开始，咱有夏令营。咱的遮个青少年童工，伫今年差不多1月份、2月份就开始组织咧备班啊。咱拢会安尼备班，何况是上帝咧？今仔日咱读的士师记是第13章。其实咱顶个月咧讲到士师耶夫他的故事了后，伫12章的尾了。咧讲到伫耶夫他了后，有以米赞做以色列士师7年，以伦做以色列士师10年，亚顿做以色列士师8年。这几个3个士师伫圣经内底描写拢真简单，讲到因的家庭，然后就讲到因上尾埋葬伫倒位。其实毋是讲这3个士师无重要。伊咧讲的是，这3个士师犹原是上帝所备办的，但是可能伫因的这整个做士师的这几年中间，无啥物较特别的事件来发生。所以了后，今仔日咱要伫13章内底，要进入另外一个士师的故事。但是咱要进入这个故事进前，咱会当搁回顾一下士师记中间一直咧。不断地重复、重复一同款的一种方式，以色列人的生活一摆搁一摆咧重复这款的代志。对约书亚死了后，百姓开始败坏，对了，离上帝远远，因去拜偶像来得罪上帝，然后等于咧面对外口人甲因咧攻击、压迫的时阵。因就失败，然后伫即个整个的过程中间，咱看到百姓离开上帝甲上帝的律法，逐人随在因家己的意思来行。所以上尾结果，咱伫士师记每一章的内底看到，因伫内部有一寡纷争伫的，伫外部有敌人咧甲因欺负。所以当因咧哀叫的时阵，上帝就兴起士师来拯救因脱离迄个外口的人来对因的攻击，嘛因为这款的过程中间，互以色列百姓搁一摆转来到上帝面前，所以伫士师记内面，拢会记载到因有一段真平安的时期。所以士师记互咱看到的是罪恶带来是痛苦。互因的生活真艰苦，悔改带来是拯救，互因的心灵得到上帝的帮助。
但是以色列人因拜偶像，因的道德的沦落，以及因的暴力的行为，甲耶和华伊信守伊的约，伊施恩拯救迄种的代志，是一个真明显的对比。咱对圣经内面，咱拢会讲上帝是有温慈、有疼痛，上帝个忍耐。所以，咱若看到上帝这种形象的时阵，伫士师记每一届，当以色列人悔改了后，当以色列人定定行遐歹的代志了后，当伊毋知影要安怎感谢上帝时，当因互别国一直打败战败的时，上帝有缘甲因做伙，因为上帝是有温慈、有疼痛的伫因的中间。所以，咱若安尼咧看，上帝早就伫每一个世代备办人来做迄个世代的领袖啊。所以伫13章，咱会当搁一届看到，当以色列人搁一摆得罪上帝，迄个时刻得罪了后，是以色列人陷伫一个罪恶的黑暗的中间。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若对第一节看到的是，伊讲，互非利士人压制有40年久。这个40年对士师记开始来看，是一个真长的时间，比进前任何一位士师要来兴起进前，因受到压制的时间搁较长。非利士人因是徛起伫迦南地南方迄带的人，因常常去攻击，去甲以色列百姓要占因的土地。所以咱安尼看的时阵，上帝早要应允互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正做非利士人因伫迄块土地有掌权地的一代过去啊。所以伫迄个时代的百姓，因敢若失去一个愿望。所以咱看到伫今仔的经文13章内面，上帝互一个无法度生育的妇人人，也就是玛挪亚的某，伊去生出一位当时对以色列百姓来讲的拯救者。咱若对士师记看，即届上帝兴起的士师，甲以早是无共款的。早前拢是对迄种已经心灵啊，也是已经伫社会生活中有一段时间的遮的人，拣出一个适合的人来做士师。但是即届却拣选一个也未出世的人。咱若对即个人，咱拢真了解，伊是参孙。即个士师的故事，对13章一直到16章，遮尼长，拢咧讲到即位但支族、但支派的人参孙的故事。咱若线尾，咱会继续读14章、15章、16章，咱会当看到参孙，伊是一个人，伊无一群人对着伊，伊嘛无遐个位、遐个兵丁甲伊做伙咧，甲非利士人来相战。伊敢若倚靠着伊家己的气力，这是上帝咧陪伴伊的。圣经咧描写着参孙也未出世之前，伊的老爸玛挪亚是住伫迄个索拉但支派的以色列人，伊的某无法度生，所以因无囡仔。但是无偌久，上帝天使伊的太太显甲伊讲你袂当生。你无囡仔，但是你毋免烦恼，因为你要怀孕，你要生一个后生。哇！若听到这，迄时的人可能真戆影，敢有即款的代志？遮尔长的时间啊，我拢无法度生。但是上帝应允毋那是安尼，上帝咧陪伴即位还未出世的囡仔，而且要甲伊讲。甲即个妇人人讲，你的生活习惯爱开始改变，包括你的啉食，一切你拢爱遵探着我要甲你讲的。所以伫这中间甲伊讲的，就是你袂当啉酒、无酒
高酒拢袂当啉。以色列人伫平常时咧食饭，因的习惯拢会啉葡萄酒。嘛，因为因生活伫迦南地，所以地教因伫生活中有一寡食物，可能去食到上帝所规定看做无清气的遮个食物。所以天使甲伊的太太讲，对即个时阵开始，你爱注意食的物件，你拢袂当啉食，因为你要生出的即个后生，当伊出世了后，你袂当照着过去的习惯，将伊剃头毛。一个囡仔对一出世，就要献互上帝做利属人，利属人，伊要解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这是伊一生的工作。我想以色列的问题，就伫迄个拜偶像甲无顺服的中间。当迄个状况，上帝要准备一位分别做圣的领导者，可以专门来服侍上帝，而且带以色列百姓转往上帝的方向。利属人，咱会当讲，伊是一个真特别的身份。其实伊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人，就是无分查甫查某，只要因愿意下愿，因甲家己献互上帝，而且遵守着律法的规定遐的禁忌，因就当成做一位利属人。咱若看翻译中间，佫有讲到即个另外一个称呼是拿细耳人。即个规定是真严格，因的一生拢袂当啉酒，嘛袂当食葡萄所制造的任何的饮料，甚至连葡萄拢袂当食。即款的意思是要规定讲，爱过着一个有节制、简单的生活。这嘛甲当时迄种啉酒的一种习惯，是要来追求宗教体验的迄种异教徒有一寡分别。伫西约的这中间，嘛袂当剃头毛，因为头毛代表着生命，互因溃烂的一种象征。所以头毛互伊留较长，咧代表家己有上帝所予伊的生命，然后将家己献互上帝。袂当接近迄个尸体的禁忌，其实是爱因维持一个洁净，因为伊是分别做圣，要互上帝所使用的。所以这是伊对即个利属人的一个规定。有一种是自愿的，有一种是受到上帝所呼召，一生拢爱做。无论是安怎，这个规定其实是记载伫《民数记》第6章的内面，咱会当回去阁查考。但是当伊献身要做这个利属人的时阵，伊毋是离开群众、离开人，去做一个敢若迄个小道士即种的生活。因献身下完了后，因悠然是生活伫社会的内面。因为因遵守迄个规定，正做一个外口的人一看就知影因的身份，互人看到因迄款甲人无共款的一种敬虔的态度。虽然即摆教会也是即摆现代无即款的规定，但是咱会当看做，咱愿意，咱每一个人若愿意将家己献互上帝的时阵，咱嘛会当用一个敬虔的态度。用敬虔的心活出信仰的价值，咱就袂去受到这个世界迄种真奇怪的观念、价值观所影响。所以咱就当保持伫一个圣洁的生命，互上帝来使用。各位兄弟姊妹，伫参孙伊连伫伊的老母的腹肚拢还袂入去的时阵。当伊的生命还未形成的进程，上帝就开始咧备办，爱伊正做利属人。伊的生命，伊的一生，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真强烈的使命，就是要完成上帝通过参孙伊这个人，
通过伊的一生，互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限制，脱离非利士人的压迫甲统治。那安尼，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咱每一个人拢是对上帝遐来，咱每一个人早就伫上帝计划内面，所以咱身躯顶拢有上帝互咱无共款的使命。但是咱爱想看卖，上帝要交互咱每一个人的使命，上帝交互你的使命是甚物呢？咱可能伫无共款的年龄，咱伫生活伫无共款的环境，可能你认为的这个使命，对你细汉的时阵，甲你青年，甲你心灵，甲你即马年老，会无相像。但是，你真正要向上帝交效的使命是甚物呢？对信仰的层面来看，上帝互咱真重要的使命，就是爱宣扬上帝的听。上帝互咱真重要的使命，就是咱爱宣扬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上帝互咱真重要的使命，就是因为咱有信心的同在，咱会当徛伫即个世界无惊吓。所以咱会当看家己，咱敢有达到上帝互咱的使命也无？我相信，我嘛知，咱中间有侪人的亲朋好友，其实伊拢也未认捌上帝，因拢也未真正来到上帝面前来宣告耶稣基督是因生命的主。所以牧师要鼓励咱大家，无论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上帝早就备办你，要成做伊所动用的人。换一句话来看，就是你有影响力的，你有影响力的，你会互人去看到、去听到你军队耶稣迄种的香味，互人去闻到、去看到、去互上帝所蒙到了后，互人会当来敬我上帝，而且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伫即礼拜，咱的夏令营要开始啊！咱的夏令营会当天有国中、高中、大专生正做主体，因来承接即个夏令营上主要才会当天的工作。主日学的校长、老师，因咧备办伫夏令营了后，接手来关心照顾囡仔伫信仰顶面的生命。咱的少年、咱的妇女，因做后壁的资源，或者个当工甲囡仔，因会当专心伫婴儿会顶面，为因备办餐点，为因备办其他的代志。我想伫即届夏令营的事工顶面，有侪人咱做伙做工，即种的组合，我相信是上帝早就备办好了。而且即届营会来参加的囡仔有54位，其中有29位是对社区来的囡仔。咱讲这29位囡仔是怎样来的？其实因伫筹备，伫1月份、2月份咧筹备的时阵，是设定讲即届营会囡仔要收50位。总是当因3月、4月份开始咧宣传的时，经过一段时间，敢若伫咱教会主日学内面咧宣传，迄阵敢若收到20几位的囡仔，或者主日学囡仔报名，安尼已经差不多啊。那安尼佫29位囡仔对倒位来咧？其实过一段时间，有一天我伫咱 Facebook 顶面木栅社团顶面，我看到咱文山教会夏令营的广告。我喺想，哇，这是啥人？再甲即个广告藏起来，而且即个社团佫会当，互咱会当张贴。我就喺想，即个广告的效果有偌大咧？详细看
这是应语藏起嚟的。因为我咧想，即个效果偌大的原因是，咱的主题是信心跟随文山寻根之旅。所以我咧想，这较有人会来参加，而且伊的说明是讲，这是一个充满历史文化、品格故事团体活动手作课程的暑期营队。当咱放伫公开的遮个广告了后，敢有法度互遐毋是基督徒的家长会产生兴趣？这是我的疑问。伊敢会互因的囡仔来参加咧？所以我咧后壁，我咧回想的时阵是，我信心哪遐细啊？我哪甲家己限制，嘛甲上帝限制啊？我想上帝要做超过咱人所想象的，因为当即个信息放伫 Facebook 目沙社团顶面的时阵，迄天暗时，迄个报名就随增加真多，而且伫暗时超过12点了，还佫有人咧报名，无够2天的时间，50个名额就满。我想伫即个营会进前，上帝早就备办好啊！上帝早就备办愿意服侍的青少年、主日学的老师、少年甲妇女，互咱整个教会会当建立起营会整个的架构伫的。上帝嘛备办应语，互伊将即个信息放伫目沙社团，上帝嘛备办遮社团的中间遮的家长，因愿意互因的囡仔来到咱的中间。上帝亲身备办54位囡仔，所以牧师即阵要邀请咱大家，伫即礼拜时间，对即马开始，咱为着即个营会来祈祷。毋但是祈祷即礼拜尔，因为接续落来主日学，因要先接这20几位社区的囡仔，咱毋望因会当留落来，咱毋望因会当继续有即个领受着上帝的疼甲恩典。我祈求，咱会当祈求上帝伊的灵充满伫即个内面，互即个营会会当荣耀上帝的名。上帝已经备办好啊，咱要安怎来回应呢？上帝备办以色列人，互因有一位士师，伫玛拿伊的某还未怀孕的时阵，就已经准备啊。所以当因夫妇要将囡仔献互上帝，用迄个上帝所规定的礼俗人的规范来养饲囡仔，但是因毋知要安怎做，所以玛拿就到上帝面前向伊求讲：你将当初迄个来甲阮讲的人，来到阮一个所甲阮做伙，佮甲阮讲一解，阮要安怎来对待养饲即个还未出世的囡仔？上帝听到伊的祈祷，互伊的太太佮一解拄着天灾。然后甲伊讲，所以当玛拿来到天使面前，问伊讲：你所讲的话实现了后，伊即个囡仔应该过什么款的生活？伊应该做什么？我想，伊毋是咧问即个囡仔未来会如何，伊是咧问伊要怎样来养饲即个囡仔。上帝竞选了参孙，是为着要成就伊特别的旨意。玛拿夫妇负责来养饲上帝所竞选的人，所以咱真做迄个互竞选的父母是真重要的，因为爱遵探着上帝的吩咐，免得到上帝的能力对囡仔的肩负顶消失去啊，祝福嘛离开啊。
参孙为着上帝成就一个大代志。这真重要的是，伊的父母是一个关键。伊的父母遵趁着上帝所吩咐的去做。其实伊的父母若无安尼去做，参孙的成长的过程可能会阁走前阁较多。今仔日，咱的父母也是咱家己咧养饲囡仔，咱嘛咧扮演同款的角色。咱要互咱的囡仔符合伫上帝的照顾、上帝规定的内面。所以，当即个天使甲因讲袂当啉酒，代表要控制家己的欲望，无食无清气的物，代表要将迄个会污染因心灵的遮个事物，拢甲排除去，专心来敬拜上帝，互因有一个健康的灵命、属灵的性命。所以，咱会当看到家庭的教育是真重要的，特别伫信仰教育的顶面。咱透过家庭的信仰教育甲分享，咱用上帝的话来教示咱的囡仔，怎样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伫士师记中间，其实敢若有基甸甲参孙，有耶和华的使者显现伫因的面前。所以，伫参孙还未出世之前，上帝互因的父母的即个信息是：你爱怀孕生囝，而且你的囝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咱对22节到23节，咱会当看到，玛拿对伊的某讲：咱一定会死，因为咱看到上帝啊！伫当时的人看到上帝。因可能是感觉这是一个末日啊，因无法度生存落去啊。但是伊的某回答伊，若是上帝要杀咱，伊袂接受咱所献的烧化祭甲素祭，伊嘛袂咱显现遮的代志，袂甲咱讲这一切的话。玛拿真消极，伊所看到是我要死啊，无望啊。伊想的是往迄个歹的方向去想，所以当伊看到上帝，伊知影看到上帝面的时阵，伊掠准伊家己要死啊！但是伊的某无安尼看，伊看的代志是光明的迄面，伊看的是一个好的上帝要祝福的，伊用安尼咧鼓励伊的翁婿。13章上尾记载，玛拿的某生了一个囡仔。甲伊号名叫做参孙，这个囡仔渐渐大汉，上帝赐福予伊，互伊伫索拉甲以色这个所在，上帝灵开始充满伊。咱听起来，这个充满伊是一个真实有上帝应允。咱嘛对于后壁所读的，咱会当看到参孙的一生，嘛是的确。受到上帝祝福，各位兄弟姊妹，虽然伫士师记中间所描写的上帝是一个真主动介入伫以色列人的生活中间，不过咱对这个描写的中内面，咱会当看到当时的人犯罪，互上帝处罚以外，其实上帝无用强迫的方式来达到迄个完美的目的。这个完美的目的就是，我强迫你，你就照我的意思来行，因为我看是好。上帝无安尼做，上帝介入甲开始，是对一个受压迫的拯救的过程中间，这个中间拯救的第一步，就是上帝竞选一位领导者。也毋过，这种真神圣的竞选，无代表着讲这个代志。会因为这个竞选就成功啊！这个成功甲无成功，是取决伫迄个互竞选的人伊的行动、伊的决定。也就是讲，上帝甲所竞选出来这个领导者，伊是同在。上帝的灵降临伫这个领导者的身躯顶，但是无保证。迄个好的代志一定会成功，因为这是属于上帝的成就。
但是咱人爱有合宜的回应，就是讲咱人有自由的意志，咱可能会限制了上帝所想属咱的能力，可能会限制咱要怎运用上帝予咱的恩赐。有可能即款的能力恩赐，咱也无注意，也是一个真错误的使用，造成咱人无法度真正发挥上帝予咱的。那呢，即个上帝要成就的代志，有可能就无法度成功，也是延迟落去。但是，上帝无法度影响咱的自由意志。不过，上帝会当用行动对咱人所犯的罪做出相对应的处罚。所以，当咱互上帝所拣选，成做某一个团体也是群体的领袖的时，无论这个群体团体伊是毋是信仰的团体，咱拢成做基督徒，咱拢成做军队耶稣基督的人。这个群体有时毋是讲这个公司的主管尔，有可能咱是干那带2、3个人，也是一个群体中间，咱干那几位做伙，咱拢爱表现出咱是上帝的囝儿。所以呢，咱拢应该去追求上帝的心意，互咱所领受的恩赐，会当确实做出回应上帝的行动。上帝对参孙的一生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互参孙做一个领袖，来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奴隶，分别最性的下员，甲伊父母培养信心的训练，对这个囡仔影响极大。参孙虽然到上尾，咱的故事第16章的时候，咱会看到，伊到迄个时阵才真正去明白上帝对伊的计划。总是伫这整个的过程中间，因为伊的父母的教导，互伊伫真做礼俗人的这个过程中间，达到上帝要显明伊的计划旨意。参孙所做，参孙的生活，是耶和华伫众百姓的中间设立一个功课，爱因通过对上帝全然的顺服，甲专心的侍奉，伫这中间得到气力来刣赢对敌。各位兄弟姊妹，咱拢伫上帝计划内面，那呢？你相信无？你相信上帝使用你无？你有备办好，要互上帝来使用也无？上帝对于每一个生命，拢有一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无排除自由的选择。咱每一个人拢会当选择，咱拢会当讲我愿意来遵探着上帝计划的这幅图也无。参孙的经历是一个例，参孙的经历是甲咱每一个人讲，互咱看到咱伫伊的计划中间，上帝是奇妙的。伊会当伫人的失败、混乱的中间建立一个次序。无论人是偌尼啊失败甲背逆，但是上帝，伊永远是迄位充满了疼、充满了爱，以及会当伫旷野中开道路的上帝。所以牧师阁要问大家一遍：你相信上帝使用你也无？你备办好要互上帝来使用啊无？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我伫你的计划内面，当也未出世，我也未形成的时，你就伫阮的中间，帮助阮每一个人
互阮有一个使命。总是阮人因为世界罪恶的因素，阮有时会离开你。但是恳求上帝，你会当互阮明白你的心意，互阮备班地会当来互你使用。愿主你亲身看顾，伫阮的一生中间，阮愿意，互你的旨意得成，互阮来成就你计划。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来唱回应的诗《成圣诗》第574首，每日只有信靠主。成圣诗第574首，每日只有信靠主，艰难中也信靠主。虽然我的心真浅，信靠主就得稳定。时时刻刻信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啥事在包围，信靠主就得恩惠。请咱起立金泉手。请坐。这是请咱备办心来准备奉献。
奉献是咱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个甘心乐意。说使今仔日的会众，你若有袂明白奉献的意义，请恁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坐。这是我来报告，伫咱报告的大声，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2遍。伫个周报的第2面，请中午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诗篇96篇第1节。中午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诗篇96篇第2节。咱做伙来看后一周的圣工分担。后一礼拜领唱圣歌队苏礼李尔伯执事，苏琴是张信邦兄弟，献诗圣歌队苏宪张景元执事、谢依红执事，交代张景元执事、陈丽华姐妹，音控曹明祥弟兄，曹明祥执事，还有张训群兄弟。讲稿的经理是张仁和牧师。后一周的聚会内容，拜三的查经祈祷会，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9章，主理是咱李浩传道师，还有书会是张恩玲长老。后一礼拜的台语礼拜堂题目是上帝国的逆力，经文是记载伫《路加福音书》第6章第20节到第26节。圣诗，还有咱启英文，请咱家己来看。主理是张仁和牧师。教会消息报告伫个周报的第6面，咱做伙掀开来看。第一点是中执会开会的通知，伫个即个礼拜本主日12点半，伫个 B1， 咱要召开今年度的第4遍的中执会，请咱中执还有各团契的会长、圣歌队队长、敬拜团团长做伙来参与。第2点是全民急救教学课程，咱是有请到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木栅分队，来甲咱做即个全民急救教学课程。地点是伫个古堂，时间是今仔日下晡2点到4点，这拢是有报名的吼，请咱兄弟做伙有报名的，请咱做伙来参与。
第3点是儿童主日学夏令营，拄则牧师嘛伫咧讲道时阵有特别报告，咱对拜1到拜4是咱主日学的夏令营，伫咧咱教会备班。所以，若是周间有来教会兄弟姊妹，就会看到足侪囡仔，还佫有足侪同工拢伫咧教会。咱邀请咱兄弟伫咧今仔日主日礼拜结束了后，留落来，咱需要甲咱场地小整理一下，因为到时阵咱主堂这边会需要空出来，椅仔会搬，互囡仔来进行咱的营会聚会。特别请大家伫留意啦吼，咱7月5号就是昨开始，昨甲今仔日是咱夏令营前的同工训练，昨日就已经开始啊。下晡的时间，做者同工，所有同工还佫队副，拢伫咧教会为着即边的夏令营来备班。所以今仔日暗时7点，咱教会夏令营的同工要举办即个祈祷会，还佫有行走祷告，会伫咧教会附近，为咱即边的营会啊，还佫有同工甲遮个囡仔参与的囡仔做伙来祈祷，求圣神，还佫有天君天使，拢会当伫咧即个营会来甲咱伫地吼。所以邀请兄弟今仔日暗时7点，若是你会当来甲教会做伙来参与，嘛特别请兄弟为着即边夏令营筹备会当顺利。营会期间，同工囡仔的出入会当平安，特别重要的是会当互遮参与的人，无论是同工或者是学生，遮个囡仔拢会当伫咧信仰顶头，搁较真捌主，会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咱除了为因祈祷，若是惊因食袂饱，想要来教会探班加菜嘛是会使吼。所以请大家加甲因鼓励啊！昨来看的时阵，因拢还佫喙笑目笑。遮个同工拜1开始吵落，应该就笑袂出来吼。第4点，信用的课程，7月12号后礼拜六下晡的1点到2点，咱会举行咱的信用课程。第5点是后主日7月13号，邀请大中中会西屯教会张仁和牧师来请安正道，而且为着因建堂来募款，请咱兄弟关心大道。西屯教会募款的资料有公布伫咧公布栏，请大家会当去关心，来替因大道。第6点是咱教会感恩节，还佫有圣诞节，即马嘛已经开始咧筹备啊。咱的海报设计需要征求有才华，还佫有上帝感动的遮个兄弟，咱做伙来去参与即个设计啊。2025年排定感恩节活动是在11月22号拜六，圣诞庆祝会是12月20号，嘛是拜六。所以请你有意愿要设计遮海报的会友。甲咱赵以诺长老来联络啊吼。第7点是为着学生来带导，咱本会有3个考生是今年伫咧7月11到12，因要大学入学分科测验的考生，请为因来带导，愿主赐下伫咧天顶的智慧，互因有准备的拢考出来，无准备的迄个时阵嘛，拢知影怎回答，佫有平静安稳安尼吼。愿主亲身为着遮个考生来备办将来的道路。好，要补充报告吼，咱真正为着夏令营遮个同工来带导吼。拄仔主日学校长讲拜1笑袂出来，但是我无安尼感觉，咱的带导会互因对拜1到拜4。每一天拢会笑出来，因为迄有喜乐的灵伫因的内底，吼。所以咱即时要为着遮个同工，咱要为祈祷，咱请同工入来，嘿。来，咱要为因祈祷。我邀请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看下咱做伙为因祝福的祈祷，吼。而且我要邀请小会员在场的小会员长老，恁来到头前为因，咱做伙为因围起来，甲因祈祷。好，这是因今年的同工的衫吼，来，一个人向后转，让大家看一下你背后是什么，看得到吗？看不到，等一下下去你们再仔细跟他们看哈。内底有咱文山教会元素符号伫内底吼，马街中央是咱的教会吼，迄个伊画是红砖小教堂还是旧堂，我搞不清楚吼。
嘿，啊，目沙有茶，有泡茶，有茶叶，有即个景美溪，哦，伫即个中间吼。所以咱为因祝福，因即届就是行即个历史吼。咱请长老做伙，咱为因来一个，咱一个兄弟姊妹，咱同心为因祝福。因是一个要为主来征战，因为伫社区中间要互遮个囡仔来认捌上帝，所以咱爱伫即礼拜继续持续为因祈祷，这嘛是一个诚恳的祈祷，互咱同心为着因来祝福诚恳。主上帝伫你的面前，我们将即阵当工放伫你的手中，伫未来的即几工，因要为着福音的坚固。付上家己的时间，你所想事的才能，以及上帝你的同在，互因伫即个夏令营中间，因所要传扬的，是上帝你伫过去怎样伫文山教会所施落的恩典、疼痛，阮所面对的挑战、困难，拢因为上帝你的圣手的保护看顾。互文山教会伫130几年来徛起伫目沙地区，今仔日要透过即阵当工，因要遮的细囝来宣扬上帝你的祝福。愿主你亲身看顾，互因伫即几工中间，因所讲的、因所行的、因所设计的课程、活动，以及因所设计一切行程，拢伫上帝你的保护的内面。互因所做荣耀上帝的名，互因所讲的见证上帝你的恩典。愿将即个宴会恭敬仰望伫你主你的手中，也愿你诚恳即阵当工，互因出去是为着主的缘故，互因无论拄着宴会中间任何的艰难挑战，因拢倚靠主，因拢倚靠上帝，互所有的一切。拢成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愿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用拍鼓啊，感鼓励。好。非常欢喜哦，看到遮尔侪少年的同工甲咱做伙，咱请大家继续来为因代祷。好，即是咱做伙互相来请安，行平安礼。歹势，新朋友介绍。是嘞。平安好，今日有一位新朋友叫做李梦如 ，check it。呀，欢迎。那他过去有在那个古亭教会聚会，今天临时有需要过来。那他是在年代新闻工作的，就住在我们附近木星路3段。那非常欢迎你来今天来我们当中。欢迎，一日欢迎，日日欢迎哈。这是请咱做伙来请安。
咱犹原徛地来吟祝福的诗，成圣诗第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金丝线，请科牧师来为咱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盼望甲救赎，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默祷。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